今天的我非常高兴的来到大家。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啊对呀、那边是太太冷了。今天的教训是第7课、第19课。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第19课。今天的话题就是耶稣，就是他是跟着魔鬼合作。所以你要清醒过来吧，因为伊俩就是来了，为了把真理来告诉你的。我再问你们好，我再问你们好。今天的教导就是第19课。我有宣告呀，我说的圣灵要赐给你们那我说的人赐就是要归给你们的。耶稣他是跟魔鬼合作。为什么我们是这样说的？那您说您是说什么？如果不说这个，那就跟你们是一起说话，那这个是断货不是？伊俩是不会说谎的，他一直要说真话来告诉你们，他要代替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来说话。聪明的人见火就藏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话。所以你们要清醒过来来证明的就是您这个耶稣是在跟魔鬼合作。他一直都有教你犯罪，这个你不会拒绝了。恐怕你说没有这个，你怎么又说谎？谁不说要跟着耶稣的人都是犯罪？你们的宗教允许的，他那个录音机就是在我们这边。他的录音机都是在我们这边，但是人家不习惯了，要把他的话要录出来了。你这个对人家来说不好。但是他们在那个撒瓦贝这个节目上，他们就讲到，所有的人都是犯罪，没有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了，必须要犯罪，没有完全的人，就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也完全的像你们天父在顶上天的天父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先念一下这个，你可能说这个跟那个上期的节目是一样的，有点像，但是不是在马太第5章第48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顶上殿的父完全一样的在顶上的。所以跟着天父耶和华，你们需要完全的，因为我是完全的。哪里有话说是你们需要犯罪，因为你们是人类，所以你们所拜的这个上帝他会理解你们的，他是完全的，但是你们必须犯罪呀。你给我看了有这个段话没有？这段话因为那里所写的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完全的。因为不仁，你们就不要去那个完全的上帝那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已经2000年了，就是那些要敬拜这个耶稣这个假上帝，就这个假名字，已经2000年了。到如今，所有的人都说要犯罪。宗教允许的，他有自己说是个犯罪。你们有上教堂的人都说要犯罪，那这个犯罪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去看下，因为要犯跟随他的人都是犯罪，你所饮水都是罪孽。因为犯跟着这个耶稣的人都是犯罪，这个就来说明的犯罪就是他。那这个就耶稣罪犯。不是耶稣来拯救，乃是耶稣罪犯。这个就是真的是错了，就是他是个拯救。如果他拯救到你们就不会有犯罪，因为你们是犯罪，他就没有拯救你们，所以你们所拜的是个假的，是说谎的，是迷惑，是骗人的。我们来念下这圣经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我们一起看到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
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那你们都听着，犯罪是属魔鬼，因为犯罪的人都是从魔鬼来的。耶稣要教人一直要教人犯罪，那他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犯罪是属魔鬼，这是圣经说的，那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圣经上清楚，我们都一起看到，犯罪是属魔鬼，这是圣经说的，而不是我自己说的。我们一起看到，你们这个耶稣从哪里来的？那以利亚的话是非常直接的，他是从魔鬼来的，因为叫你们犯罪，叫所有的人有犯罪。所以他不是这个圣经不属于他。如果他属于这个圣经的，那他就跟你俩所做的是一样的，都有除掉人的罪，因为你们都是个犯罪，所以那些犯罪都要保护那些人的，不会从他们里面出来的。这是魔鬼的程序啊，魔鬼来帮助他们，不会从他里面有出来，就是跟着他有下地啊，你们要清醒过来。他们都是被魔鬼跟他要犯罪一样的，说是不要听着以利亚的话，不要听着 HFF 电视台，不要听着以利亚的话，因为听他的人都要从罪里面要走出来，所以他不爱这个随便你还是要继续要帮助魔鬼，要替魔鬼说话，因为犯罪都是从魔鬼来的。他2000年了，一直要做你犯罪，但是从哪里来的？你要请你们要读这个圣经，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犯罪就是从魔鬼来的，就是说你是从魔鬼出来。那这个就是耶稣就从魔鬼出来，这个圣经是非常清楚，而且这个你不会把它堵住，你无法要处理这个圣经，你要闭嘴，你已经2000年了，要把上帝的要闭嘴。那耶利亚来了，为了打击这位上帝的敌人，只有一位啊，那我有生命的危险我都不怕，这就是耶利亚。他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耶利亚是没有朋友，只有他一个人能传扬这个话，只有他保护这个话，只有他来保护天父耶和华的荣耀，只有他来保护耶和华的荣耀。耶利亚必须要把这个假的从魔鬼的手上去掉了，耶利亚来的为了打击他们。所以你们来描述这位亚伯拉的上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我祝福你们要清醒过来，你们要清醒过来吧。聪明的人见祸就藏起来，愚蠢的往前说害。你们要考虑吧，你要考虑好。因为神的儿子显现了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罪呀！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就是像耶利亚所做的，要除灭魔鬼，要除灭耶稣，要借着这个道才会有领导。我要教你书，你有解决这个问题，你都已经知道这个情形了。我都知道你所拜你的人有去找你，然后一俩就有笑着，你有做你有心里的生计吧？我们就当着你的生计啊，你有做吧？那你可能说你说的是什么？你要去问一下那个耶稣啊，因为他会知道。耶利亚就是他的敌人，所以耶利亚所说的话他都会了解。因为敌人如果不想互相了解的话，那就傻瓜。我们都了解魔鬼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会了解。如果他不会了解耶利亚，他就傻瓜。你怎么有打仗？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对方，我们要打仗，我们就会
对方我们了解，我们已经了解，他们怎么不了解呀？魔鬼就是一个撒谎，他怎么迷惑你们？他是一个说谎。那我们继续原谅的，我们就继续读，就是这位耶稣就是跟着魔鬼，这个耶稣是跟着魔鬼呀。亚乌说的话，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8。约翰福音第8章第3章到44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这个就是不听了我说的话，就是讲不知道，就是像你在家里的时候啊，你装不知道，却你明明知道，这就是你的骄傲。那我们就接着说吧，在第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便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我们打个比方说，耶稣怎么恨你？他是从魔鬼来的，跟你就说要跟着这位呀，定父也发黑呀，我说不再犯罪，这呀我说耶稣在那里说必须要犯罪，他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要反对真理，不守真理。那你们就看着他所做，他要催你们说是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这个完全的人，这个对你们是不可能的，在他是不会有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你也不会有，你没有跟着这个耶稣，你没有进行过来，因为上经说他是从魔鬼来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是虚，你们便要信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一来要说是你们是从魔鬼来，耶稣要说是你们就必须要犯罪，然后就是悔改，那但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真理说不要再犯罪，在约翰福音说不要再犯罪，我们来对下天父也挖，就是要我说的话。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他说主啊，没有，要我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亚乌说所赐给他的话，他说从此我跟你讲，你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真理的道，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在那里说这个因为你是人类，所以你必须要犯罪啊，没有这个完全的人你必须要犯罪，然后就是你悔改，哪里有上帝说这样的话？数据就是一次要给你然后以后就没有你如果有一个人要悔改，他就会数据然后他就不再犯罪了。这个话你要记住了。假如说你做错了，然后给你个数据一次，然后你就不要再犯罪了。那你说你就是没有，你是完全的人吗？你说的没错。你假如说我是为不完全的、不完美的，那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做这个工作。我跟我的父亲是一样的，我所摘来的就是天父也发也我说，所以一家也是完美的。假如说我们不完美的，我们就不要代替我们的天父的话，我们的哥哥的话，因为我们是完美的，完美。荣耀永远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亲，伊拉真的爱天父，真的爱耶和华。那我亲吻的，因为我爱他，我怎么不亲吻都不怎么不吻他？因为魔鬼是不爱吻真正的上帝，来自
100遍，都是归给我们的天父耶和华和我们的耶和华永远的荣耀归给他们。以来说耶和华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不定的罪吧，不要再犯罪了。你已经犯罪多少，这个就证明的你跟与你同在是假的，都是被魔鬼所带来的，是活到了来打击的，不要再接受的。2000年了，要把人就下地狱了，已经做过了。不想要上去听上天的，那这就是你的傻瓜，那不要再阻挡，恐怕你会要看到灾祸。那这个教导之主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他说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教导是属于他。就是那位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不爱犯罪，不定犯罪的祷告，我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我真的能拯救他们，所以不要再糊涂。我实话告诉你，因为天父耶和华要是最善良的，最好的，那话就是很清楚了。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从魔鬼出来，他跟魔鬼合作，要把你丢到地狱。他一直要叫你犯罪，因为犯罪都是从魔鬼来的，受魔鬼我们刚才念了，因为他是个犯罪，所以他就从魔鬼来的，与跟着他的人都是犯罪，他就是个从魔鬼来了。很清楚了，那你别说他都要做那些神迹，谁说的？魔鬼不说那个神迹。我们来念下这个，我们就念下这个圣经，就是魔鬼真的做这个启示。我们要放耶和华的名字来念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8到第9节，那是这部分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和华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了他，要将灵的荣光废掉他。这部分的人来，你都看到他说撤，不是撤位不要说对魔鬼有撤位不要对魔鬼说您。对，你要说要辱骂魔鬼，你不要尊重魔鬼。这部分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的虚假的启示，就是魔鬼撒旦要运动，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但是一个虚假的启示，因为从魔鬼来的。就要说谎，因为魔鬼就说谎的，他所做的虚假都是说谎的，都是假的，所以你别说他能做这个启示你以为是魔鬼不会做这个启示如果你不会知道这个，你就傻瓜，因为魔鬼真的会做，连那个法术人都能做，因为出来都是犯罪行恶。但是放住在耶和华里面，不再做坏事尤其是如果有做坏事，他就后悔因为他长慢了，所以不要跟耶和华要挑战了，不要想他有多，不要跟耶和华有多，要跟着耶和华是很好，因为我们所做的真的有拯救人。这是一辆真正的工作，要拯救人的，要拯救灵魂，不会要灭掉，别再被耶稣要迷惑了。以利亚要教你们要关注这个互联网，因为许多人都在关注，有些人是在有些人已经兴奋了，但是没有下决定了，所以你要自己决定了，不要再靠着别人的，
你不要靠你的生活者决定了，不要靠着别人的。如果你想要讨救，你就要做出决定了，别当着你的老婆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家人的决定了，你要想个办法怎么张军的你自己呀，别再跟着耶稣，因为他们都是在跟着耶稣，在跟着魔鬼合作，要把你丢到最里面的，要把你丢到地狱里啊！一来的话是很严肃的，不要再跟着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把你他们把你要下地狱了。因为俗话说，鸡不叫已经被猫吃掉了。因为如果大家现在要说我们已经不犯罪啊，有说谎的，你怎么以前都有说是个犯罪？你是怎么说谎？都是被耶稣迷惑了。还没有清醒过来，2000年了，你都没有除掉你的罪，这个就证明你们是一个犯罪。你们所拜的上帝是犯罪，你们就跟着你们的父亲就耶和华耶稣，他是个诈骗的，你们就跟着你们的父亲，就我们的父亲亚耶娃，他里面是没有罪，我们的哥哥是耶和华。在他里面是没有罪，在耶和华里面的人都要效法他，所以你们都看到在这一点是不一样的。你们不要说是这个是一样的，这是魔鬼的道理。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是能除掉人的罪，叫人不再犯罪，这个就是要无刷。那你为什么叫耶和华跟耶稣要碰壁，就是要说谎的？因为他一直要叫人犯罪，他现在又不羞耻，要说是我们已经不再犯罪。2000年了，你们一直说要犯罪，在你们的书卷上面，你们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做礼拜的时候，你们就是要请赎罪，因为星期到星期五你们都犯罪。你们的宗教领袖的在马萨巴贝这个节目上，他说必须要犯罪的人也不会要完全的，那怎么办呢？你们的领导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你们的生活就是在别人的在犯罪，在淫乱的，所以你们知道真理以后，你们还是要保护这个假上帝啊！你要清醒过来，你怎么要保护这个假的？那这个上帝的话是有什么用？因为你有说秀，你有做个礼拜，这个真的让我们的有尴尬，因为那应该要做什么？你要想，你要考虑吧。聪明的人讲或者站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还。我的话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这个话已经足够了。这些经文的我所赐给你们都是很清楚啊，因为耶稣他真的跟魔鬼合作，你要清醒过来，他要把你要下地狱，我都把所有的经文都给你啊。我刚才把这个话语给你都是很清楚啊，你都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因为那里有教导有求告耶稣啊，就能除掉罪，应该要讲除掉罪，因为已经2000年了，一直要犯罪啊。所以大家要随便要改他的衣服，说我们已经不再犯罪，所以在你们里面的是灵魂，他都能知道你说的是你是说谎，但是你的嘴巴就是为了反对这个真理，就说我们已经不再犯罪，所以你的灵魂就是要被上帝的要审判的，要过上帝的审判了，他要知道你说的是假的。你要张俊的灵魂吧，别带紫色了，让你的灵魂要受到耶稣的拯救。耶稣所迷惑你们的一些宗教，所迷惑宗教里去的来迷惑你们，已经做过了，因为这个话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如果不要直接给你们说的，那个拯救就太慢了。像那个医生要做那个手术的时候，
做手术的时候就是要把你要躺在床上了，然后给那个手术你就会痊愈了。那把那些坏的要去掉了，然后就来到耶和华，不要跟着那个上帝叫你犯罪，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说谎着，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不要再犯罪，那些没有钉在那里，在那里他说他叫人的犯罪，这上帝的话就是说犯罪就是要受魔鬼。但是假上帝从魔鬼那里出来了，你要清醒过来，你要自己看了，你到如今都是个犯罪，必须要犯罪，要说脏话，要淫乱的，你都要把亚娃要改成了耶和华，亚乌刷改成了耶稣，这个都是罪。你的罪就是从哪里就开始，那你继续做继续做坏事。你要清醒过来，聪明的人就站起来，然后就来到以利亚，愚蠢的人往前受害，然后就下地，你自己选择。所以以利亚要叫所有的人，要像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巴西人、中国人。我说的就是那些，我已经提到他们说要跟着要靠着这个耶稣啊，要灭了这个灵魂已经足过了。如果你们有坚持跟着这个假上帝，你们真的糊涂啊！我都把真理真告诉你们，那你们在过了以后就会受惩罚，因为天父耶和华在惩罚之前，他必须要开口说。那你们不能说你们都没说，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你们不愿意听的。为什么许多人都已经来到耶和华，只有当要洗礼，但是你为了骄傲，就是被那些宗教里许的迷惑，叫你们也犯罪啊。但是他们然后他给你说要那些在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面的，然后你就别迷惑了。现在就是有时间要转向到耶和华，所以你不要再跟着他们聪明的人就聪明的人就是见或者站起来，然后就来到以利亚愚蠢的人就往前受害，然后就下地狱。这个话就是像一个两人的剑跟怪，要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自如破开。神的道就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个是在哪里有这个上帝的话？我想要打开一下这个圣经，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以利亚都已经很久都没有用过这个圣经，连这个圣经都有点悲伤，说你都没有用过。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的两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自如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个话是非常好听了，因为连你那个心中的信念的和主意都能辨明的教你犯罪都是你要中说这个是调解权，你是个马国人、中国人、法国人都要中说这个是调解，这个都教你犯罪。你所拜的上帝都是三位一体都教你犯罪。一神教的上帝都是假的，都教你犯罪。你要清醒过来。
话就是到这里，我祝你们有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们下一个教训就是关于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来研究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有研究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全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已经发生过，我们就是来给你们说。就是耶和华叫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来说；他不叫我说话的时候，那时候那一类的话就不说话。那我们就是要一起要研究已经发生过是什么，没有发生过是什么，已经发生是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教训一起要研究，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保佑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耶和华，以利亚已经真起来了，真的真起来，已经把真理要传扬的给全世界的人，就是你所差来的，就是你说你要宣布，你要传扬这个话，以利亚，因为以利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要代表你天父耶和华的荣耀，就是个烈火天父耶和华，请你把有这个道，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个道的理由就是爱，为了救活的证明的，就是在要受惩罚的之前的，要赶快装下。如果想要得罪，因为要灾祸要临到这个地球，不会再阻止，要拿痛苦来打击这个全世界那些所有，因为他真的往东往西像都合作一样的，所以他们真的无法处理这些问题。天父耶和华，这个日子已经到了，所以这个教导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要蒙召在所有的人在这个全世界像挪亚的日子的时候，想要拯救，就是来到这个方舟，来到以利亚，要到顶上天的，今给他们4年了，为了他们能听到这个教训，并且要拯救他们耶和华，许多人都想拯救，请帮助他们耶和华，让他们能听到这个教训。你要知道怎么拯救他们，你会做，你有说的顺利。所以我向你要求，让那些要听上天的人，他们让听到YouTube上面的教导，因为所有的教导安置在那里，所有的话语都安置在那里。以利亚要向你的要求，我都已经把那些话语安置在那里，所以向你要说要求的。要去你那里的人要去关注，要去那里的人就总不问，要听到以利亚的话，他就赶快要过来说心里。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我说，按照你所说的话，日子已经近了，所以要加快，要拯救他们。感谢您天父耶和华，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天父耶和华要赶快拯救。阿利路亚，阿门。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到这里，我祝你们有得到耶和华的祝福，下一个教训再见。